南宁农产行销公司为了将台南优质农产销往全世界，目前拄伫8大电商平台拢有台南农产专区上架。上午伫市场吴伟铁甲副市长等签的见证，更进一步甲跨境的电商平台合作，将目标锁定华人地区的消费群，主打官方保证、严格审查当季的青果来出口。上午正式签约结名。好，你先用这个。那也请副市长一起签名，对，一起联名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右手边的镜头。右手边，这边。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凤梨了，但是我们已经这个芒果已经超前部署好了哈，所以我们芒果的这个销路，我们今年应该会更畅旺。那刚好配合今年的芒果的销售哈的生产也会比往年多一些。那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还有文旦，好，还有冬季的一些这个农产品。那大家想想看，庞佩奥的吃的一个庞佩奥就让我们的芒果干销量至少增加20%以上。好，那可以想到，不管是名人加持，不管是电商加码，只要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、了解并且认同台南农特产品，好，那不管是鲜果或者是果干加工品的等等。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力推的目标。签约以后，第一个合作就是5月开始，就山啊要销往日本，后续还有文旦、落来等等的大宗农产，也正强调，如果海外都有15亿的人口，商机无限，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，主打落订单2天到7天，会得送到厝的服务。比如说，刚刚我们讲的内地的这些台商朋友们，他大概是一个直辖市的一个人口，直辖市的人口有220几万，这么多的话，这么多的人口，他们其实因为疫情可能没有那么方便，可以回到我们的家乡台南，思念家乡的一个小产品、小东西的话，可以透过我们的电商平台，今天跟我们下订，几天后就可以拿到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棒。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台湾的品质其实是相对好的。那世界各国的话，在希望就是能够拿到我们优质的品质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点。支付成功伴农民甲电商平台桥梁，互农产透过电商平台有近甲消费者的距离。加上电商以柑仔店号名，就像副市长郑谦所讲的，希望回到过去买啥物来到柑仔店拢有的方便。台南新闻军及何超芳采访报道。